先傳媒 Capital 公八上市頻道，現在由林金龍報告新聞。王俊才總理表示，各社群之間嘅凝聚力同團結精神，將要指引我國長期持續繁榮。總理在新成立嘅回歸90億兩兆志願者名錄嘅啟動儀式上講，每個社群在我國都有一席之地，不同群體之間嘅互信必須代代相傳，社會才能夠不斷進步。本地最大公共醫療集團新報集團，今年為總統挑戰取得141萬元，係集團自2004年起支持醫行發通以來所取得嘅最高金額。今年嘅新報集團籌款發通，要慶祝成立90周年嘅壯義綜合醫院兩頭，發通包括牧人行動慈善義賣等。集團旗下13家機構嘅38000名職員參與今年嘅籌款發通。前線社會服務在深廣推出新嘅綜合服務中心，提供青少年、年長者支持以及心理健康的參實服務。新中心位於河谷通透梯193處主屋大層，係前線暑假提供參實多年服務嘅中心。宋他們總統為中心主持開幕。新中心嘅面積比其他現有嘅服務中心大約至少2倍，預計明年能夠服務大約1500人。為期1個星期嘅全國歡慶60發通登場，預計今年吸引超過1萬名60人士參與，係發通自2022年推出以來規模最大嘅一次。大約3000位60人士車機探便利天梯參與第4屆全國歡慶60發通。副總理任金勇為發通主持開幕。本地推出數個專為殘障人士而設嘅水上安全計劃，提供800堂免費嘅基礎游泳課程，讓更多殘障人士參與游泳運動。而家由新加坡殘障體育理事會同華僑銀行合作推出嘅試點計劃，希望在未來嘅1年內能夠讓100人收費。新加坡體育理事會嘅調查顯示，不到一半嘅殘障人士為天氣運動，比一般民眾嘅大約80%來得低。我嘅殘奧設檢得罪一片笑，昨天舉辦婚禮，真是甚為人氣。也係馬連伯列布萊特20天氣議人嘅國會議長車建平，在社交媒體貼文祝福一片笑同創富，歡迎人生嘅下一個階段。新聞報告完畢。